来到桃园的中立某一栋社区大楼，抗议对面施工的建商破坏因的家园。唔那窗仔门走进变形，厝内底壁倒嘛拢利空必顺。社区的主委讲，开协调会时阵，对方有保证会修理，而且赔偿188户的受损户，但是事后煞来跳票，无要认销。建商是讲，因为新建案离这个社区还阁有20米远，是毋是真正有关联？还阁等第三方的单位来鉴定。这是互社区的住户真火大，挂白布条来抗议。大楼外边的壁倒挂白色的布条，表达无声的抗议。控诉建商承诺跳票，做好是真受气，指控对面当日施工的建案大楼好家园出现危机。这整个都爆开来，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规边的客厅窗仔坑严重变形，那大厅房间内暗门土壁出现真侪大大细细的壁损，为天棚直接拖来到涂骹，互人看个会惊。当然，已经的态度嘛，逼做亲像是现代的形状。同市中立一栋社区大楼一直出状况。这马路这边都是裂的，当时他们施工的时候造成的。外面的点仔架路已经派人来修补，不过也是会当发现地面有明显的悬架差。来看当时的状况，道路上长一条骨力公尺长的壁损，路边的车仔起，地面的暗门头搭尾出现一个大凹坑，人甲车根本无法度过。社区控诉建商敢若有表面，也不过建筑的结构送来负责。他们盖了新房子啊，结果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现在住户全部都龟裂，承诺我们住户就来施工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。本公司基于登记睦邻，也持续派工进行社区公社的油漆粉刷工程，也提拨保证修缮金至社区管委会户头。建设公司也回应，社区离建案大概20公尺，是不是真正因为施工造成损害，佫需要第三方的鉴定单位来认定。不过社区主委讲，和建商开过2摆的协调会，对方答应的条件全部跳票。即卖188户的人家厝受到损害，找市政府来斗3工，说嘛无法度解决。经专业技师3次勘查的结果，初步显示尚无立即之公共安全影响。住户要求市政府对工程进行全面的安检，家园受到损害，要为源头来做解决，互人袂当安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